今仔日过到花莲山区上大雨，苏花公路水棒山因甲北回东正线，代替嘛实施预防性封闭。这铁路甲公路的交通拢拍夹，明仔载就要上班啊，袂少人是要紧要上北。即阵花莲火车站的旅客是钱甲塌甜，因为铁路搁咧抢修，代替暂时嘛无法度确定通车时间。受到午后大雨影响，苏花公路164.5公里的所在，总体路段侧边下晡路崩起出现土石流。交通部公路局已经调派人员甲机械伫清理，建总直到花莲车站会出来明日起，等待清理完成了后，才开放通车。公路长期铁路交通也受到影响，代替讲因为公路土石流一直流落，对1:54分开始实施有警性封闭，代替往花莲方向列车，甲咱开到花莲站。花莲体中的老师甲学生17个人来到台北拍篮球赛，原定侧边下晡要转去花莲，也无都转去咯。由于崇德发生大面积土石流崩落，所以我们现在路线都没有通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回花莲，今天整个赛程结束，然后就因为土石流，所以在台北。我们今天学校是叫我们坐到罗东啦，然后在罗东住1个晚上，看明天会不会通。代替对花莲往台北方向是全面停开，互为少着急要转来休假的旅客，可伫花莲火车站大厅。从台东回去啊，绕一圈嘛。所以你现在打算往南坐吗？对啊，往台东。所以今天一定要回去就是了。是啊。嘉义市区路大雨，部分道路出现淹水情形，因午后对流群体发展真旺，开有短暂落大雨情形。气象署对19县市发布大雨特报，雨会继续落到暗时。随加气压接近，未来2天天气拢无稳定，午后各地拢有雷阵雨情形。明天像是大台北啦，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花东附近这一带，都有一些不定时的短暂阵雨。气象署提醒，未来1礼拜水气济、日时无落雨时阵，各地高温有32到34度，小湿热天气的情形，也来代替抢修的时程，代替讲，虽然也无到来有个通车时间，因为天灾列车停开，1年来旅客拢在办退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